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4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4节到第24节，出埃及记第15章第1节到第18节，歌罗西书第3章12节到第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怜悯我们。复活节刚过，复活节是因为上帝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那一位我们称为圣子上帝，他为了世人自己就献祭，成为献祭的羔羊，为了世人的罪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死而复活，让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永生就是耶稣基督告诉尼哥底母的重生，是像昨天我们所谈到的新生命。这全都是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将这样奇妙的救恩赏赐了给我们。拉丁文说 Kyrie eleison， 主啊，怜悯我们。在埃及受奴隶的以色列人这样的呼喊，那些在被俘虏时期受掳的以色列人们也是这样呼喊着上帝的垂怜。但是非常可惜的是，当人们一旦在平顺的时期，他们就很容易忘记了上帝的存在，以及所领受上帝的恩典。许多人就不跟上帝有好的连结，比如说就不读经了，也不祷告了，就离开上帝远远的。我们有谈到出埃及的这个以色列人，当他们遇到了埃及的精锐部队追赶的时候，他们就抱怨起了摩西，埋怨起上帝，还说什么带他们出埃及是那种到死无葬身之地的。他们忘记了是因为上帝施恩、怜悯、保守、拯救，他们才能够出埃及。他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，经过了红海上帝保守的恩典之后，摩西和以色列人就赞美上帝说，圣经的记载，摩西和以色列人向上主唱歌，他们歌颂上主，因为他赢得了光荣的胜利。他把战马和骑兵投入了海里。上主是我坚强的保护者，他拯救了我，他是我的上帝，我要颂赞他。他是我父亲的上帝，我要歌颂他。上主是战士，他的名是上主。他把埃及的部队和他们的战车沉入海中，把最杰出的军官淹死在红海。深海淹没了他们，他们像石头沉入了海底。上主啊，你的右手有无比的大能。上主啊，你能够粉碎敌人，你无比的威严推翻了仇敌，你的怒气烧毁他们，像焚烧麦秸。你向海洋吹气，水就堆积；向墙壁竖立，
海底变为干地。仇敌说：我要追赶他们，抓住他们，我要瓜分他们的财富，随意的抢夺，我要用刀剑毁灭他们。但是上主啊，你只吹一口气，埃及人就被淹死了。他们像铅沉没于深水之中。上帝赐下怜悯，为他们征战。即便是以色列人那么的现实，那么的容易放弃，那么自私的责怪上帝和他的仆人，上帝仍然怜悯他们，并且赐下神迹般的救恩给他们。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上帝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但愿人人都得救。只要人愿意领受救恩的怜悯，就必要临到。复活节这3天，有一部在美国的舞台剧，叫做《Jesus》，提供了这个观赏权给全世界的人免费来观赏。其中耶稣基督的门徒，特别是彼得，被演得非常的入神当耶稣受难的时候，全部的门徒都跑到不见人影了。但是满有恩慈怜悯的主，仍然将圣灵赐给他们，充满他们，使他们得救，并且使他们领受主的救恩以及呼召。正如同保罗也这样给哥罗西教会所写的书信里面这样提到，他说：上帝爱你们，拣选了你们做他的子民，所以你们要有怜悯、慈爱、谦逊、温柔和忍耐的心。因为上帝怜悯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活出怜悯的生命。保罗也在进一步的教导基督徒说，有纠纷的时候要互相宽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。在这一切之上，要加上爱，因为爱是联系一切德行的关键。基督所赐的和平要在你们心里做主。为了使你们有这样的和平，上帝选召你们归于一体。你们要感谢，你们要让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的常住在你们心里面。要用各样的智慧互相教导规劝，用诗篇、圣诗、灵歌，从心底发出感谢的声音来颂赞上主。无论做什么说什么，你们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上帝。因为上帝借着耶稣将他的怜悯、他的爱赐给了我们，我们就要用这样的一个智慧，上帝的爱，彼此来连结，来证明，来表达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。因为上帝怜悯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活在他的爱中，我们更要活出有上帝的爱跟怜悯。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人说，
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上主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他拯救了我。上帝子民的帐幕中响起了胜利的欢呼。上主施展了他的大能，他的能力使我们得胜。上主施展了他的大能。我不至死亡，我要活下去，来宣扬上主的作为。他曾重重地惩罚我，但没有使我死亡，为我开启圣殿的门。我要进去颂赞上主。这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能够进去。上主啊，我要歌颂你，因为你垂听我，使我得胜。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成了最重要的基石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在我们的眼中是多么的奇妙啊！这是上主得胜的日子，我们要欢乐，我们要庆祝。感谢上帝赏赐给我们新生命，让我们有满满的恩典和赐福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见证，荣耀主名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